位来宾，各位听众，今朝这个一场呢，是台市名家徐云奇手痛流派艺术33个专场。徐云奇老先生为了平台事业，贡献了你毕生的精力，热血弹唱演，自成一派。特别是你唱这个流派唱腔旋律，更是风靡江南。那今朝5只节目呢，侪是上片台视33个精彩线头。除了专业演唱的节目，就是33。所以今朝这个一场演出呢，是对徐云奇老先生最后的纪念。对听众来讲呢，旧梦重温是一次艺术享受。好，我不多讲着，要拿宝贵的时间留给那听众欣赏节目。第一只节目是最最与苏州市平台团的沈中华上仙云演唱。豪门才子大不好啊！让苏州后区赛观音的了，打着无锡龙定镇河乡府里向老太太身边的屋头啊，叫翠香，介绍翠香可见当人啊，对这个一对，两人一起，对里微微一笑，哎，哈哈。美人与我一笑旅行，当然开心啊！像翠香对我都行嘞，倒是翠香现在跟着老太太我投入，也为主呼吸龙定镇，当不好也觉得了，让我太悲凉了。上衣裳一撩，再吹响多少手？不晓得今朝是顺风呀，搿只手开得来得个快，悠悠叫只听见一旁楼声，呜呜呜呜，爸爸。大树上啊，如果风的吵起来，哎，个老天哟啊，你那不帮帮我个忙啊？我不是很长天又长穷，你们为什么叫
今这夜吹笙，风下大草，东风不雨，吹来碧菊在东风问我龙。来听啊！当你商量商量，可能给吹出了风，调出了风，将书送到家中。那么书送到我屋里面的喊你，我是汉语吹了下风，那么我还去排队吹响子，衣裳撩一撩起，他是凉意，大步西北追，追过来嘛，哎呀，做啥呢？那些西北路不通，说是这口气前面各开一条气哟。大人家那辈你，那不能得吹下把对子问，在后面落下一口嘛，嘿，后当中遇着血手了嘿，但不是这个，我观察个他血手跟那头手的背吧，对。所以这个喉咙了嘿，啊，守家公来，守家公来呀！隔壁后当中啊，定下一只八头人，今朝这个生意嘛请不够，听见有人了嘿，哎呦，我生意来着，那是你呀打高子，还是八头家？是呀。哦，来这，哎呀，来起来嘛，慢腾腾，我这个美的叫，手脚，哎，快些呀，过来呀！我比外头生意叫快点吧，现在在确实，刚才这时也得慢腾腾过来呀，现在有的快了，这张手头过来嘛，手头要上到崩后浪向去了。等忙着手头拉下一片，开手。半个就说了，临时我就喊我开手啊，你不是明白喊我开单说哪回去讲？哎呀，我就反胃了，我心特绝，忘记特着我。啊，手家，对，你空人开机，随便一只大嘴。哟，这故事啊？是啊，说题啊？你与我最给这大嘴呀！哦，写得在，干嘛朋友啊？总要到你刚刚高的关，多少手臂呀？他的计划叫，平常报的啊，只有3个洞的，今朝投入顺风草个蹦起火快得来，嘿，我太多的，靠一个一人在松树树起里面7手洞的，你不敢讲呀？比我们的太一人，你差，为5吨不我叫，为高5吨1斤米光叫，想么不想？切一只嘴头，嘿嘿，玩呀！这个么子哇？莫非1两分银？1两。1两银子，1两银子。我比你低。不贵。当然外地少是不举于大理的呀。搿只动手带路，当我也不晓得。动手也一日，写手跟一日；动手也10日么，写手跟10日；动手也1年么，写手也跟1年得了哟。这个也写么是不举着哇？啊，手老娘弄出的呀，1两银子啊，呵呵，1两银子跑个都是我出山出水第一走来，大家来弄走呀。要不然来回个。真的啊！哎，我闪着我在手头上来着，那个打土粉饼了，杆子了，随便呀，你随便弄样，牛郎想点一点，高兴啊，别楼里向去。对的。来，土粉挪到水里吃个饼，忙着牛郎想腾一点。哦哟，那是另个噻，哈哈哈。
今朝我点上一只海参油。手提拉下一走，两个眼睛冰了都热了那口，口子一吸，眼睛在收着。这个，两个人毛毛红米拉下的风筝吧，对。不懂的，手家，我乃是本你姓什么啊？姓啥么姓啥，大少吃口那种的。你们什么都了吃口了，你自个不懂的，姓什么啊？我姓啥？我在讲对不对？听听了，我姓么姓刀，对面一个走，八地四，就刀走刀死不。哦，这个名字也干着。哦，不问的是，我为个丫来。什么丫哇？再来讲啊，那边看不起这只小肉啊！我这只小肉啥子出些个风流的？就你知道了，山上我们的箱子夹得嘞。在下龙树衙门多么大肉不肉，孩子一个种小肉，等死汤子不想吃皮肉。就你知道那有几个衙门吧？你不啥人的？哪几位呀？一个嘛是了范章人。个做主山，个做东窑，你很长哩的不？是。还有一个嘛是那个天空的本村民本东窑，这个嘛是那个大虎王，个大八虎个吹的个啥？首长，你不要骂人啊！懂吧？你为什么要骂人啊？我给那件木人呢，我就打了野汉。我野汉是干野汉发的。我打个年还没有吹里个死了这个木个呀！介绍的多，生我不熟啊！
我出头药已经咸咪咪带我口，我帮出头药。连自家同眼面子抓帮眼，我是那个实配啊！你说这对我口交？是啊。哎，知道要谁问我这样？问我那是姓啥介绍？我说我们姓窦，对面的走，不理想房，第四节斗走斗四个。哦。出头药一听嘛，是那个人不好，姓了名不对，那个人但是斗走破。哎，说这个我们几个药还不能。什么药？哪门有啥药啊？然后出头药打我们几个药还见米粒用。米粒公，你见米粒公药，我们知道要说就说米粒公，那么知道要当告是这样，就是你们米马鱼在，地马鱼在，供那个一代不用三用四吃不无在。米粒公，哎，我见米粒公呀，啥人喊我米粒公，我顶恶心，我是叫你米粒公，两个米粒公啊，这个手老人家真的理解的，孩子的米粒公为好我呢。一个位置想想，你刚刚区不够，当面了骂我三门，咁么呢哈，心情就开心。听闻守家，你家中呢与几位邻僧呐？哎，白玉啊，你打个针啊，能够厉害了。怎样？方才我们真心现在领证，领证啥意思我不懂啊。孩子与身家客套们，谁叫领证？哦，儿子带人家考去见领证啊？是呀。我比方说，我屋里向一个儿子，我带人家考来，我讲我屋里向盖个领证。对呀。哦。几位领证呐？跟我带来考来了。啊。不瞒你说，我屋里向盖5个领证。5个领证。哎，盖5个领证的。5领证是不良心的呀，3次动力不给我用的。跟2领证还得女班噻，今朝8、5月分出来的。3领证了学堂里向读书，学也老的呀。4领证是刚刚为得冒水路了，个5领证是摆了水里向吃闹闹嘞。为领证，我盖5个领证啊！哎呀，我也满意啊！我还得你配对喽。你姓啥叫啥叫？这个嘛，娘娘，你姓这个叫娘娘。我不能对你说姓唐过，说是姓子唐，你口猜得也想出来过。一周年的没有子，让我们姓地方，唐吃在纸里上比米咱们是第一个哟。对，说问侬嘛，姓地。地下公。不地下公啊，我要问问你嘞。你屋里也盖几个领证啊？我一讲都没有的呀。一讲不讲？是呀。哦哟，我屋里向多盖个领证呀，费啥子？我单蛮斗气的呢。我个小领证，手指不能收那个大领证。你要背对我就不呀。哎呀，我不肯不呢。哦哟，我几句说，都是带个在。喂，都是了，带一副，写字了，与你哪里有？来了，空口虚虚呀，带走。像大嘴之上的神，我一个都不认识的呀。李相公啊，都是老年人一家不认得个。大嘴之上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的。你也是老发痴啊！都是老一个人也不认得嘛，你来喊我这岁数跟了背呢？哟，不能为你说呀，为着吹响哟。那么哪辈你吹响讲不难听，是我随便哪不说得的。一周年的么有在，让我弄吹响2个字点他里吧。对，玉帝公，实不相瞒，我在后去谁播音地上嘛，遇见一位美人。我一个美人啊！是呀。美人嘛，是个别致个女人吧？都是他的。对呀。哪讲？他与我履行也想。谁见这位美人呐？虽在大嘴之上，故而我将你罪给这大嘴呀。写得在。哎呀，啥子叫口得后蛮灵灵的？怎样啊？地相公啊，这只豆乳的少难喝起。不知晓。不晓得。豆乳也你们写入跟你牛。对呀。豆乳也是你们写入跟谁牛啊？错啊。豆乳也你们写入跟你牛吧？是啊。人怎么总归1两哇？1两个人。比你的。比你的。不过要
那个来句啊，不举么是不举啊？那个人个门槛太紧着喂，我干打，我别噎死他个。我不里想为5个铃声的嘞，啊，那我5个铃声去吃西北风啊！你也别带自个不晓得得烧燃火，害我带爷啊！别带不爷啊，不看叶子，是发问，和你商量商量吧。啊，书记啊，哎，不爷了。你要一天我这里1、200年，你可要不呀？哎，我做证啊！你体谅？是呀。这是也是2的嘞。对呀。这是我爷那个不你的呀。爷了。大把后2张眼睛，在月老顶来都是口子。崔香，你出来呢？你出来嘛，我可以跟你摆摆肚子呀。凳子一歇，不出来，一起的嘞。外公的来带个手老人看看嘛。哎，爷了。哎，但是呀，子，去年我的文征明做主赛，还手里了个线手做主赛，叫你唱2只3狗。哦，你个3狗倒是唱得呱呱叫的。但不是这个，我现在关在里来唱3狗。阿姨说春香一旦出来听3狗嘛，我可以得你摆肚子哇。对个。啊，书记呀！哎，第3个。问的你为高唱红歌。是外国啊！我只会唱3个，那我唱红歌就。山上唱歌不叫山歌，红米上唱歌是叫红歌啊。一分当的。是啊。我在那时间讲起来嘛，中的唱上去啥叫？渔歌。中的呢？农歌。我有分当的。是呀。哦，要在那时间是起来是大同师傅唱不想叫动歌。大叔我唱叫苏狗，连四娘娘唱不想叫死狗，当屁屁狗。啊，呀对。我只会唱3狗啊。3狗是3狗，唱几阵上相公听之母一听。也听3狗啊？是呀。还得是蛮好。不记得不唱了。爷爷看着光子。你唱一阵，我给你1、200年口好啊！唱一支3个包1两银子。是啊，这是我也唱给个中山一。哎，各位，唱一支3个1两银子，哎呦，看上去欠账来哇。是啊，我账记了到米的是不来吧？不帮。不，祷告做生意老实。我记账一给到那我落雨天披了身上像一手衣。我唱一支3个。你那手艺上对根手艺呢，数1两银子啊！好啦，我给他为着狗指头了，你抱着这狗指头里向，是你们展示。唱啊！唱啊！唱啊！不瞒你说，我3月份唱这副抓来是。那么我来唱歌啊！喉咙气特上男子呀！哎呀，你快去唱啊！你别打断我吧，李相公啊！第一招3个嘛，带你呼吸。哎，你听孩子啊！我唱孤影的浪漫，看见一个小舞队，我看见个吹响喂。新个夫郎，里拉多个背啊一对，是你那吹响背喂，对呀。因为后上力拉不比不能开先叫你们搭子谁了，这还是个飞个香。这从此分开啊！拥有那般里那个头，放屁！是的，放你的狗屁！那为什么不能拱的呀？他哪里这里的？我也拱的呀！哪办的呀？一定要拱的的。哪办的谁办的呀？这从此分开啊，立刻谁办里那个头？书记啊，这是谁拱唱的好？唱
那个。好听。哎，我现在还听歌。你再唱啊！哎，我记得弄进班很毛用快第一个那第一个慢慢忙中对指的玻璃上一动。哎呦，你俩子。山东的饭那容易呀，没容易给个两岁呢。哎，来去让你帮忙呢，那个风越动啊，你弄银子吃了不下去的。哎呦，一两子，我再唱啊。你唱啊。哎，再唱这三个么别人呢？这三个上啊。哦。唱的是都人我叫你把这个保人了。对面老爷都人不能保人的呀。是呀。哎，你做都人了。我是都人。哎，我们来听下子啊。叫你个房门不肯开，为什么啊？老爷气在，啊，哥哥先叫你出入，不让哭呀。哎，哥哥先叫你十指姐姐拿块水泡，我了水里了都靠眼里。是的，龙啊，你经着妻子啊。哎呀，几日来？这个狼的怎样啊？这个老婆人呀，哦，床上的谁也杀气。哎，个狼似的，带灯针啊，梅花泥啊，花三个大花四个两尾五啊十六，那么虚呀香。带灯那么笼啊里个红花香啊开。没嘞，你唱错了。哪唱错？红花是向内开的，怎样向外开呢？哎，有向我开么里不来的呀？这红花巷子我开了来里不来的。他不回来了保人了，保人了呀！哎呀，书记啊！哎，说这山歌不好听。不好听啊？不好听。俺是人家。不是的。我们那边也是一包唱吧，根本难拿呢。哎，我们也听都行的呀。你听都行了。是呀。你到底都不行了。快去唱啊！不是乖，你听呀子啊。大山的嘛天亮在，谁叫你个房门不肯开？哎，哥哥谁叫你个把我楼顶连起来？我了水里了都靠眼里。是的，龙啊，你经着妻子啊，哎呀，几日来？这个狼的怎样啊？这个狼都人在，一起说的哈了狼可以啊。哎，你听下子哦，这个狼似的，带灯针啊，梅花泥啊，花三个大花四个两尾五啊，十六龙啊，红花青啊，红青，那么非要千几我。带灯那么带块飘香，我为主来。啊，书记啊，哎，这个狼去得太久了，妻子不跟我得了。我要他这谁回来？我一这就去。与你相遇。大哥商量。好啊！大哥商量，总归还商量。那么我家里金啊里出来，我也在。哎，龙啊里出来，哎，鱼啊里出来，四啊里出来，我说叫不起在。片头单子就说今天我打。我三着我在手头上来着，那个打土粉饼了，杆子了随便呀，也随便弄样，岸浪向点一点，当心啊，别在楼里向去。对的。来。土粉挪到水里去个饼，忙着岸浪向腾一点。哦哟，那是另个噻，今朝我点上一只海参油。
望着手里落下一走，两个眼睛盯了大手了老口，口子一吸，眼睛在收着。这个，两个人毛毛红米落下个风筝吧，对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听众，今朝这个一场呢，是台市名家徐运之传统流派艺术33个专场。徐运之老先生为了平台事业，贡献了你毕生的精力，热血弹创意，四人一派。特别是你唱这个流派唱腔旋律，更是风靡江南。那今朝5只节目呢，侪是上片台视33个精彩线头。除了专业演唱的节目，全是33。所以今朝这个一场演出呢，是对徐运之老先生最好的纪念。对听众来讲呢，旧梦重温是一次艺术享受。好，我不多讲着，要拿宝贵的时间留给那听众欣赏节目。第一只节目是最最与苏州市平台团的沈中华上仙云演唱。好门才子大不好啊！让苏州后区赛观音的了，打着无锡龙定镇河乡府里向老太太身边的屋头呀，叫翠香，介绍翠香科技当营的，对这样一对，两仪一起，对里微微一笑，哎，哈哈。美人与我一笑旅行，当然开心啊！像翠香对我都行嘞，倒是翠香现在跟着老太太我投入，也为州无锡龙定镇，当不好阿爷急的了，让后台边浪上衣裳一撩，再吹响多少手？不晓得今朝是什么风呀？搿只手开得来得个快，悠悠就只听见一旁芦声，呜呜呜呜啊！我不是很长天又长穷。你们为什么今这夜吹声？风下大草，东风不雨，吹来比举起东风问我龙来跳。当你商量商量，可能给吹住了风，吊住了风，将手送到我家中，搿
要么手送到我屋里面的喊你，我是汉语吹不两下风。那么我还去办对吹响子，衣裳撩一撩起，他是凉意。大步西北走，再过来嘛！哎呀，做啥呢？那些西北路不通，说是这口气前面各开一条气哟。大人家那陪你，那不能得春夏把对子问，对后面落下一口嘛。嘿，后当中遇着小手了嘿，那不是这个，我观察个他小手跟那动手的背吧。对，所以这个喉咙了嘿，啊，守家公来，守家公来呀！隔壁后当中啊，定下一只八头肉，今朝这个生意嘛请不过，听见有人了嘿，哎呦，我生意来着，那是你呀打稿子，还是八头脚？是呀。哦，来这来这，哎呀，来起来嘛，啊嘚儿，慢腾腾，啊嘚儿，那是个美的叫。手脚哎，快些呀，过来呀！我比外头生意叫快对吧？现在在确实，刚才这时候也得慢慢慢腾腾过来呀，现在有的快了，这张手头过来嘛，手头要上到崩后浪向去了。等忙着手头拉下一片，开手。半个就说了，临时我就喊我开手啊，你不是明白喊我开单说哪回去呀？哎呀，我就反胃了，我心特绝，忘记特走啊！啊，书家，对，你空人开机，随便一吃大嘴。哟，这故事啊！是啊，是的啊，你与我最给这大嘴呀！哦，写得在，干嘛朋友啊？昨日打来刚刚高的关，多少手臂呀？他的计划叫。平常八头啊，只有3个洞的，今朝投入顺风草的蹦起火快得来，嘿，我太多的，靠一个一人在松树竖起来嘛，70个洞的，衣服口讲呀，比我们的太一人，你差，为5本我要，为高5本1记泥光叫，想么不想？切切一只嘴头，嘿嘿，王爷，这个么子哇？我比1两分你。1两，1两银子，1两银子。我比你比你。不贵。当然外地少说不举于大理的呀，搿只动手带路当我也不晓得。动手也一日，小手跟一日；动手也10日么，小手跟10日；动手也1年么，小手也跟1年的了哟。这个也是么是不举着哇？啊，手老娘弄错的呀，1两银子啊，呵呵，1两银子跑个都是用出山出水地走来，大家在弄走呀。要不然来回个。真讲啊！哎呦，爸爸。
风姐姐呀，你是生于千里明月啊，吹响光发光黑风。你是岳为官，我必用金星水口司令龙，你的发明在于几岁兄？嘿，这口气大如浪啊，如果蹦的吵起来，哎，个蓝天哟啊，你那不帮帮我个忙啊？水吧，对个。啊，守家，兵啊！守老人不懂的。守家，我乃是本你姓什么啊？姓啥么姓啥，大少切口那种的。你们什么的了切口了？你自个不懂的。姓什么啊？我姓啥？我再讲对不对？听听了。我姓么姓刀，对面一个州，八地市。刀州刀四部。哦哟，这个名字也敢讲。哦。不瞒你说，我为个丫嘞。什么丫头啊？再来讲啊，你别看不起这只小人啊。我这只小人啥子出些个风流的。就你知道了，山当中的箱子夹得嘞。在下龙州，衙门多么斗肉不肉，孩子你这种小人。对事堂子不想出纰漏，就你知道那有几个衙门吧？你不算人的。哪几位呀？一个嘛是了肥皂人，个做主山，个做农药，你很操力，不？是。还一个嘛是那个天口人，本村民本农药。这个嘛是那个大户户，个大把户个吹的个啥？哎，守家，你不要骂人啊！中吧。你为什么要骂人啊？我给那件骂人呢，我就打你野汉。我野汉是干野汉法噶？我打个野汉，没有吹你个死了，人家骂个呀。原来如此。介绍的多，伤我不柔啊！我做农药已经笑眯眯带我哭。我做农药，
你自家动眼你自找帮眼，我不是那个适配啊！你少接待我看教。是啊。知道要谁问我这样？问我那是姓啥介绍？我是我们姓窦，对面的周，屋里向房，第四家窦周窦四哥。哦。这东要一听嘛，是那个人不好，姓了名不对，那个人但是窦周破。说这个，我们几个要本。什么呀？俺们要啥药啊？然后这东要打我几个药啊，接米粒用。米粒工。你接米粒用药，我们这东要少接少米粒工。那么这东要当告是这样，就是你们米马鱼仔、地马鱼仔，供那个一代不用三用四吃不五仔。米粒工。我接米粒工呀。啥人喊我米粒工，我顶恶心。我是叫你米粒工。两个米粒工啊！这个手老人家真的有几个，孩子的米粒工为好我呢。一个位置想想，你刚刚去不够，当面了骂我三门，咁么呢哈，心情就开心。听闻是讲，你家中呢有几位领僧呐？白玉啊，你那个真哪能够厉害了？真样？方才们真心现在领证，领证啥意思我不懂啊。孩子与神家客套们，谁叫领证？儿子带人家考去接领证啊！是呀。我比方说，我屋里向一个儿子，我带人家考来，我讲我屋里向给个领证。对呀。几位领证呐？给我带来考来了。啊。不能那是，我屋里向给5个领证。5个领证。给5个领证的。5领证是5不良心的呀，3次动力不给我用的。跟2领证还得女班的，今朝把5日分出来的。3领证了，学堂里向读书，学也老的呀。4领证是刚刚会等我冒水路了，个5领证是摆了水里向吃闹闹的。5位领证。要给5个领证啊！哎呀，我也妈呀！我还得你配对喽。你姓啥叫啥呀？这个嘛，娘，你姓这个叫娘。我不能对你说姓唐过，说是姓子唐，你口猜，但也想出来过。一周年的没有子，让我们姓地方，唐吃在纸里上比米的，么是第一个哟。对，说问我们姓地。第三个。不第三个啊，我也问你来，你屋里还给几个领证啊？我一共都没有的呀。一干不干？是呀。哎呦，我屋里向多给个领证呀，费啥子？我带没斗气的呢。我个3领证，手指不能是那个斗领证。你的背对我不娘。哎呀，我不肯不呢。哦哟，我几句说，都是带个噻。喂，都是了，带一步，写字了，与你哪里有？来了。可以嘘呀。带着哟。想大嘴之上的神，我一个都不认识的呀。李相公啊，都是老年人一家不认得个。大嘴之上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的。你也是老发痴啊！都是老一个人啊不认得嘛，你来喊我这岁数跟了背呢？我不能为你说呀，为着吹响哟。那么哪办你吹响讲不难听，这个随便哪不说得的。1周年的么有在，让我弄吹响2个字点他里吧。对，米粒公，实不相瞒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听众，今朝这个一场呢，是台市名家徐云芝手痛流派艺术33个周场。徐云芝老先生为了平台事业，贡献了你毕生的精力，热血大创意，四人一派。特别是你唱这个流派唱腔旋律，更是风靡江南。那今朝5只节目呢，侪是上片台视33个精彩线头。除了专业演唱节目就是33，所以今朝这个一场演出呢，是对徐云芝老先生最好的纪念。对听众来讲呢，旧梦重温是一次艺术享受。好，我不多讲了，要拿宝贵的时间留给那听众欣赏节目。第一只节目是最最与苏州市平台头的沈中华上仙云演唱。
豪门才子打不好啊！让苏区后区在孤营地了，打着无锡龙丁镇河乡府里向老太太身边的屋头呀，叫翠香，介绍翠香科技当营的，对这样一对，两人一起对里微微一笑，哎，哈哈，美人与我一笑旅行，当然开心啊！像翠香对我多心嘞，都是翠香现在跟着老太太我投入也为主呼吸龙丁镇，当不好也要急个了，让后台边上上衣裳一撩，再翠香多着手，不晓得今朝是什么风呀？搿只手开得来得个快，悠悠叫只听见一旁芦声，呜呜呜呜，爸爸。外头生意叫快点吧，晓得在吃啥？方才这时也得慢慢慢腾腾过来呀，现在有的快了，这张手头吃，过来嘛手头也上到崩后浪向去了。等忙着手头浪向一天开始。半个就说了，林师傅就喊我开始啊，你不是明白喊我开单说哪？我去讲。哎呀，我就反悔了。我心特急，忘记特走啊！书家，对，你空人开机，随便一只大嘴。哟，这故事啊！是啊，是的啊。你与我最给这只大嘴呀！哦，晓得在。干嘛朋友啊？昨日打来刚高的关，多少手臂呀？他的计划叫，平常报的啊，只有3个洞里。今朝投入顺风草的蹦起火快得来，嘿，我太多的，偷一个一人在松树树起里面70个洞的，衣服口讲呀，比我们的太一人你差，为5等分5角，为高5分1记米光角，想么不想？切一只山头，嘿嘿，玩呀，这个么子哇？莫非1两分银？1两。一两银子，我比你低，不贵。当然外地少说个区域代理的呀，搿只动手带路当我也不晓得。动手也一日，写手跟一日；动手也10日么，写手跟10日；动手也1年么，写手也跟1年的了哟。谁讲一写么是不举走啊？啊，手老娘弄错的呀，1两银子啊，呵呵。1两银子跑个都是我出山出水地走来，大家在弄走呀。要不然来回个。真讲啊！哎，我啥子我在手头上来着，那个打土粉饼了，杆子了随便呀，也随便弄样，牛浪向点一点，高兴啊，别在楼里向去。对的。来。土粉我到手
病，忙着我老想腾一点。哦哟，那是另个噻！哈哈哈，今朝我们街上一只海山哟。手里落下一走，两个眼睛冰了大手了老口，口子一吸，眼睛在收着。这个，两个来毛毛红米落下个风筝吧，对。大如浪啊，如果蹦的吵起来，哎，个老天哟啊，你那不帮帮我个忙啊？我不是很长天又长穷，你们为什么今这夜催生？风下大草，东风不雨，虽然别举在东风分我龙。来听啊，当你商量商量，可能给吹出风，吊住了风，将书送到我家中。那么书送到我屋里面的喊你，我是喊雨吹不了下风。我还去办对崔香子，衣裳撩一撩起，他是撩衣，大步西北走，走过来嘛，哎呀，做啥呢？那些西北路不通，说是。这口气前面各开一条气哟！答应在哪陪你，哪不能得春夏把对子问？对后面落下一口嘛，嘿，后当中遇着小手了嘿，那不是这个？我观察个他小手跟那大手的背吧，对，所以这个喉咙了嘿，啊，手家过来，手家过来呀！隔壁后当中啊，定下一只八头肉，今朝这个生意嘛请不过，
听见有人辣喊，哎呦，我生意来着，那是你呀打稿子，还是报头叫？是呀。哦，来这，哎呀，来起来嘛，啊，难腾腾。